是礼拜开始，请回应将你的手机关机，还是关成叮当。照吧。我讲的话，讲的多，毋是因为智慧比阮的天赋，乃是因信任甲大人的信任。叫应信，无在乎人的智慧，是在乎神的大能。这是来因信息143首，143首，请来，立马来，请回应起来。Yeah.
后，电池给吸引买走轮毂，给沙粒对象用多啊，指明他最专业的给上的话题，因为你要在心话的思想，我信信心，我信心，我到位，信到什么？最下面有被多啊，另外的方面，阿妹，下次。这是根据《英文》第15篇的信息后边，《英文》第15篇。兄弟啊，历史啊，有人学到在听下去。听人祈祷的主啊，最后抗赢我。你所编选，互伊亲近你，徛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而出而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互伊水满满。你灌入田园，满伊的沟，收平伊的面。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美雨。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牛骨做衫来穿，山谷用果果做帆来扛。这是阿爸来祈祷。亲爱的天父，由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照着徛伫中心伫我内面的圣灵，用无穷的大力充满我，浸透我，互我内面的灵，一份你变化更新，成为基督的形状。各不断的实践，点到到满有基督的形象。阮也求主，这段时日，咱的疫情是愈发严重，也求主安定阮的心，袂因为疫情的灾难，大家惊吓。也求主看顾遐病的人，互身体恢复健康，会使来到主的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来我主，然后上帝赐阮一个人，一切拢平安，出入有主的保护。安尼祈祷，愿奉主的名，阿门。圣经罗马书8章50到90，以及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到16节。因为照肉体的意肉体的事，照性的意性的事。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性的意向是活国平安。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因为伊无通乎上帝的法。也袂通好，我上帝肉体的为互上帝欢喜，得到上帝神人行起一定，就因无上帝肉体是属于神，无基督的神，毋是伊的人。我献开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到16节，若是受血气，
的人，无心是上帝生的事，凡是看做无，也袂为怪你，因为着对神才会有。多小心的人，行事也家己保护人，因为是谁在主的心痛甲是会亏啊？若是有基督的心，只是来请信外地来学咯。因免学咯的事情的事，请来。时候，本堂天牧师伊讲到的题目是少年的人。亲爱的弟兄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带领学习，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疫情有完遮尔困难的时刻，咱来到上帝殿边。当然，咱爱做好咱家己本身所有遮个亲戚的工作，去按
洗手。当然，这边的疫情相信这个政府会决定就是爱咱渐渐来接受当然，咱有注这个疫苗，是讲伫这个防疫的过程中间，我相信这是一个真需要咱用信仰，特别是甲上帝向上帝来求讨，求主的保守帮助咱，真正会当经过一个平安的时刻。咱嘛继续为着咱教会嘛有兄弟姊妹遇到这个疫情COVID-19的这个镜头咱伊倒来当然无方便一一公布这个事情，但是咱牧师特别牧师还有咱的中姊会、小会、中姊会拢真关心咱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嘛有伫线顶的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教会做礼拜，咱会当伫线顶伫个咱上帝电视做阵来敬拜上帝真忙，咱会当伫遮上帝开咱甲咱三甲规地。今仔日我要用这个题目属灵的人，甲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到底咱欠缺啥物？咱需要将做一个属灵的人，咱必须爱有啥物款的条件也好，还是讲咱有反省，咱有看到啥物？所以要开始进行，就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让我们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差派圣神保卫师来到阮的中间，特别来安慰阮，互阮会当伫阮的人生顶悬来请悟、体会、经验以及了解上帝，你甲阮三甲一地，你的话语启示阮，也帮助阮，会当透过伫即个过程中间来经历上帝你奇妙的疼痛。阮就将阮所有的一切来摆咧伫主的面前，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将阮无共款的心情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求主你怜悯阮，求主帮助阮，嘛小使阮有气力、有信心，继续向前来跑走。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感恩奉主的圣名，阿门阿门。属灵的人，今仔日使用这个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我相信有无共款伫信仰生活的表现。咱知影伫个婴仔出世了后，咱做父母拢真期待婴仔会当较紧来大汉。所以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咱慢慢有即个饲红婴仔的拥有红婴仔的即个经验。所以当咱要甲小命互困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拢唱啥物歌。无得甲用听的、用唱的、用讲的，较紧困，较紧困唱歌。所以当咱的红婴仔、咱的囡仔无法度亲像古早即个咱的即个祖先的智慧传落来，伊的经验。当然，即摆医学发达啦，拢知影讲红婴仔的发展是安怎。有人讲红婴仔的发展。伫咱成长的过程的时阵，若无法度接到即个一般正常的时阵，咱会烦恼对毋对？咱会开始咧敲揣讲，哎呀，即个囡仔伊身躯是毋是有啥物款的问题？我会记阮朋友遮细汉拄仔出世，1个月外尾的时阵，去病院，医生讲，即个心脏有问题爱搁做进一步的检查，敢若有化空。我甲我孙娘，行到要烦恼甲。当然去检查，搁进一步较详细的检查，感谢主无代志。当小看尔这大汉就好大汉就好。所以一点仔代志都会烦恼，是毋是爱带伊去病院，互医生看伊病院？若是正常来看，咱来看，咱若认真照顾即个囡仔，一工差不多5-6摆，饲奶，定按时啦，照即个时间伫遐来饲奶，逐工互伊困较真摆。所以，红婴仔的发展应该会像安尼。这几个月，咱讲这3个月安怎开始变无？这有够水无？这毋是养幼家细汉。好，3个月了后咧，过来，咱知影6个月安怎？有人知无？咱看者6个月安怎？会坐啊！一世，咱超过最后会坐啊！过来安怎？
会坐了安怎？对，会啊，几个月？8个月。对，还是会。这是咱看到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性命。当然，咱知影囡仔的发展就是安尼。所以咱每一个人属灵的性命，我相信甲即个囡仔同款。囡仔同款，当咱决志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开始的时阵，咱决志咧跟对耶稣基督的时阵，咱伫遐，咱会发现讲上帝的心意，甲对上帝的认捌，应该会哪清楚啊？是毋是？哪清楚？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若愿意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咱应该理当即个理论上、理论上，咱应当着爱搁较侪时间伫遐来参与组织聚会，搁较侪时间读圣经、祈祷，咱的属灵的性命伫迄个过程开始会进步，对毋对？咱若照理讲是安尼嘛，一步一步，亲像咱拄则讲的，即个囡仔呢，一步一步会进步。若照理讲，一步一步进步，慢慢进步，咱会当借着信心，甲咱照的迄个光，咱讲属灵的光，信心的光，照咱的心，照亮我们的内心，互咱会当看到心差、心在，咱的心内面应该爱安怎样行，安怎样做，愈来愈亲像耶稣。即个属灵的人会愈来愈亲像耶稣，是毋是？咱讲一遍，愈来愈亲像耶稣，来，愈来愈亲像耶稣，真好。一个属灵的人会当愈来愈亲像耶稣，有欣赏无？因为咱看到这个囡仔，对会平心，过来会坐，过来会爬，过来当然过落去就会徛起来，过来就开始有声音啊，过来有精神，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发展的过程。所以今仔日咱看即段两段的圣经，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咱若看到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即个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第2摆对外传福音、外邦传福音的时阵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非常看待、真关心即间教会，因为伊就敢若亲像红婴仔共款，拄开始会更新啊，过来会坐啊。过来咧爬啊，过来要徛起来啊，过来长大成人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真关心、用心咧照顾，真心伫遐来培育遮个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使徒保罗伫咧遮嘛有看见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所以伫咧咱看到使徒保罗就写哥林多书批信书信。伊甲遮个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讲，兄弟啊！我进前对恁讲的话，袂当甲恁当作属灵的，只有甲恁当作是啥？属肉体的。伫基督内面是做啥物的？是红婴仔。我用灵饲恁，无用饭哦饲恁。嘿啦，几岁拄出世，几个月你用饭饲会安怎？袂消化嘛，袂消化。所以无用饭饲。你看哥林多教会，使徒保罗一步一步安尼甲因训练，甲因调整。迄个时阵恁就会食，就是到今仔日还阁袂使。亲爱的兄弟姊妹，到今仔日还阁袂使，意思就是啥？即个我毋知即个红婴仔几岁啊？无得讲毋是红婴仔，但是还阁无法度食饭。所以对批信的内容，咱会当体会到，即个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即个信徒兄弟姊妹有真深的期待，真深的愿望，所以伊希望因的生命会当安怎？会当通过教会的生活得到成长。所以保罗伊希望即个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毋若是干那伫基督内面，正做一个红婴仔尔。但是咱看到因原来还搁咧食哩，无法度食啥食饭食大年，干粮啊大年。所以若初信的兄弟姊妹信徒去信仰的时阵也无够，可能当然伊食有啉，食啉啦食啉无法度食着到伫即个大年共款。咱会当理解初信的兄弟姊妹，伫一日进入团契洗礼了后初信，当然咱即摆开始有真侪一寡造就的课程。
也是讲咱有机哦，身体慢慢安尼要来栽培。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我咱若是真做基督徒，已经真侪年，到即马永远无法度食大量的时阵，要亲像如今还是不能。到即马还阁袂使，安尼要安怎？亲爱的兄弟姊妹，即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吼，有责备的用法，责备的用语。使徒保罗已经期待，这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信这么久啊，这么侪年，早就应该爱脱离这个食年囡仔、红婴仔这个阶段，但是事实上，因敢若有属灵的年龄，但是属灵的性命无有成长。所以，咱兄弟姊妹有属灵的年龄啊，吼，年龄有啦，有。一年生了，信主了，属灵的年龄开始嘛，开始变成。有人讲我信主30年吼，属灵年龄30年，哦，但是安怎？属灵的性命，哦，这真重要。属灵的性命，留完停留伫灵有灵的阶段。所以，面对主耶稣的基督徒，咱若亲像这个彼得同款。哦，彼得伫咧即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20节，原来记载，就是要爱慕甲纯净的灵人哦，亲像接生的红婴仔爱慕迄个灵同款，叫恁因为安尼渐渐成长哦，那得到救哦，渐渐成长哦，毋是一直停留伫咧原本的所在，红婴仔的时期。所以继续咱看，彼得后书第3章18节安尼记载讲，恁却爱伫阮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知识顶悬安怎忠诚。使徒保罗伫遐，彼得伫遐用勉励正兄弟姊妹，特别伫咧书信的过程中间，伊无像咱即马做方便，来一拍开，咱伫群组内面都会当讲啊，对不对？讲。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哦，咱的小组长啊，督促啦吼，讲咱的小组也是讲团结，哦，咱的会长啊，今仔日咱来吟一首诗歌，咱来这个分享一段经文啊，咱有读，敢有记，敢有看，但是迄阵啊，毋是迄阵透过书信，所以真长的时间，使徒保罗伊巡回伫遐咧关心，若是伊牧一间教会，是几啊间教会。伫咧迄个外邦的所在，建立侪的教会，伫迄个过程中啊，用心伫遐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咧看，所以伫咧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嘛是共款，拢讲着啥？讲着恁敢若亲像红婴仔共款的，敢若亲像拢无进步的共款，所以咱运动爱真正注意，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真做一个愿意跟对耶稣基督的人，咱若看到这几段的经节。拢是咱基督徒属灵成长真正的重要。要讲做一个属灵的人真重要，咱来关心，咱来思考。所以咱应当常常爱注意检讨，咱目前属灵的生命的状态是啥物款？哦，咱日常的生活内面有啥物所在，一旦互咱做一个调整改变，互咱伫咱的生活内面，伫世间的日子会当真正享受。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应允，哦，迄个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平安喜乐，特别伫咧即个时阵用会到，对毋对？即个时阵咱来开始惊，其实无输嘛变呢。阮去探访遮个兄弟姊妹，当然咱中是真关心，哦，拢讲无输了说哩，哦，去探访兄弟姊妹时阵即马，哦，即个疫情，哦，咱教会感谢上帝，咱会遮个小会员，咱的中执会，遮个技术，我拢想着讲，咱爱送即个防疫包啦，送去甲兄弟姊妹厝。有兄弟姊妹讲，牧师啊，已经有啊啦，免送啊，已经有啊。但是当咱每一号拢送着的时阵，迄个感受佫无共款。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一件事，因为这就是咱一个属灵的人。伫遮过着属灵的生活所表现出来，咱会当为着人来想，为着兄弟姊妹来想，咱伫即个时阵，咱用会出来，
因为咱安怎，咱迄个属灵的天道有走出来。我相信一定嘛有教会是拢怎啊，就安尼啊，来意啊，就安咱礼拜就安尼好，我就停起来，甚至咧网络就无叫兄弟姊妹去其他的教会网站去看，去看去 TV， 甚至我知影有教会是安尼做呢。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重要就是你看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属灵的信仰真重要。咱是毋是爱来关心，爱来思考？所以，当一个人伊决志正做基督徒开始，伊属灵的信仰应该开始成长。所以，当着迄个福音的滋味，伊体会经验到最后所救赎的大光明，伊就会较无上帝话，用圣经就是属灵的秘密。而且来坚持家己属灵的信仰，这个是属灵的人伫运动部的态度，咱是毋在讲态度。所以，而且咱会当体会到一个人开始进步的过程，伊开始会啥？伊开始无咧较讲道的时阵，无说讲道的时阵，还是聚会的时阵，伊开始做笔记录，伊开始有做这感动，伊开始会流目屎。伊开始有即款扎心的感动，当然这是互相的互相。所以你嘛为着牧师祈祷，兄弟姊妹嘛为着牧师祈祷，会当准备更较好的讲道，甲兄弟姊妹分享。咱听了后嘛有感动，会回应上帝的听，是回应牧师，是回应上帝的听。咱爱有行动，咱爱有特别伫疫情遮尔复杂的过程中间，遮尔惊吓的过程中间，咱都是爱安尼做。求主来保守帮助咱，所以咱即马属灵的信仰是怎样？咱是毋是一直保持成长的过程？还是安尼就好啊？我安尼就好啊？教会大概安尼就好啊？我啥物拢有做啊？我奉献嘛该奉献啊？我做啥物嘛会使，拢好啊？就停落来。即摆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继续咧成长？有几项指标啦帮助咱。而且来反省，就是特别咱要注意的时阵啊，头一个，当咱咧看圣经的时阵，上帝话不再对我们说话了。你有即款感受过无？我拢看无呢，这上帝话，咧困的时阵看较好啦，安怎？看就困去啊，困袂去的时阵，开始看就困去啊。等下呢，爱注意啊。第二点，咱兄弟姊妹分享，当咱咧唱诗歌的时阵，真侪感动人的诗歌，无法度搁一遍打动我的内心。亲爱的姊妹，你捌安尼过无？爱注意啊！来，搁一点，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拢无法度专心咧祈祷，哇，这头大哦！你祈祷无专心啊呢？边仔足吵的，边仔就是讲话咧祈祷。足大声，这咱传的，咱传的吼，这将祈祷当作是一件例行的公事。这囡仔会安尼啦，但是这就是教育的过程。我会记阮囝细汉的祈祷书，到差不多国校、国中啊，都差不多的。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平安顺利，很喜乐，读书用功，念书，奉主的名求阿们。为细汉较大，即阵啊，高中开始有一寡转变。但是你看，你若例行公事，当咱咧祈祷的时候，咱无法度专心咧祈祷，祈祷当作是一件例行的公事，这要注意。过来，第四点，当咱咧听别人见证的时阵，真侪人甲上帝亲自相拄的迄个经历，无法度搁一遍感动咱的内心的时阵。咱会当流落来感动迄个目屎，感动真好啊！迄个咱若无法度的时阵，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注意啊！你就要开始安怎？开始穿这角度安尼，头大怎么办？这是咱咧检视咱家己，看咱家己。所以当咱的属灵的信仰已经停止成长啊，我的意思是。已经停止成长啊！当咱对军队耶稣基督的脚车这件代志，咱无去感受到迄个欢喜、兴奋、感动的时刻时，有可能咱目前属灵的状态
就是进入迄个属灵大赦的时阵，属灵干枯、属灵大赦的时阵，迄个阶段。咱来看一个啦，这个人我相信也是姊妹感觉看过。啊，咱看伊年老较少年时阵的相片来对照一下。这是啥小年？这是伊少年的时阵，这是伊年老的时阵。你知影有听姊妹，这是啥小年？伊是伫咧印度或者各大的所在，伊服务真侪送养的人。伊伫迄个过程中间，伊照顾因的身躯的病痛，因伫遐陪伴得要离开世间的送养人，互因有非常有尊严离开迄个世间。伊嘛带领真侪流浪街头的囡仔，细汉囡仔伫街头遐流浪，伫遐脱离迄个罪恶的所在。伊做真好的事工，伊对少年，你看，伊少年的时阵开始，伊诚做一个小女，一世人无嫁。一直到伊过身，拢做即款的代志。伊无做别项，就是做遮个代志，陪伴送养人，陪伴遮个少年人。所以，德勒莎修女其实伊嘛捌经历过迄个人命孤单的时期。所以，当即个德勒莎修女伊过身了后，有人将伊即个甲伊属灵的导师，所以牧师真建议咱来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属灵的同伴，伫遐，对咧，小女嘛有，伊甲伊属灵的老师伫咧书信伫遐往来，伫遐咧写过，因甲收集变诚侪册，出一本册，叫做一本册，属灵导师这本册，对咧，小女来做我的光，这本册，伫咧即个册店拢有得卖，咱若有兴趣，就当来看。这是当德勒莎修女伊伫咧属灵孤单的时阵，伊甲伊的属灵老师写批的往来的这批收集诚侪一本册。伫册内面，咱看到伊做真侪美好的事工背后，其实伊的内心充满着真侪的痛苦，充满着嘛捌经历过迄个上帝无存在，感受着上帝伫咧伊的身躯边的迄个黑暗的过程，将因出册出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所以伊的内心的世界是充满真侪孤单、黑暗的时刻。会当通讲，即个人命孤单的时阵，即咱兄弟姊妹是你我，咱拢捌经历过，咱拢有可能会经历过。迄个性命的孤单的时阵，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敢会当找着一个人来讲？当然，你会当讲牧师，我来找你无问题。但是安怎？你是毋是会当找较侪兄弟姊妹？做阵伫遮来分享，小组真重要。咱伫小组内面，咱就会当有一款的感动甲体会，会当找到迄个属灵的伴。所以我相信，伫人命孤单的时阵，咱要接触一个属灵的人的时阵，伫即个过程中，咱亲爱兄弟姊妹，咱无论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无论咱伫教会担任什么款重要的职分，咱若是无有安静的时刻，咱若是无有用上帝的话。来养持咱家己人命的状态，这是爱咱家己有主动哦，毋是咱教会有开真侪的课程，咱来听听的知识知嘛知影，这是爱用生命伫遐来体会甲经历。所以，当咱的生命有孤单的时阵，要求是啥？就是咱爱知影，啥人来做咱的光，啥人来做咱的光。所以，这是咱内在的生命是怎样？当然，牧师无法度当中完全了解每一位兄弟姊妹。我也知影，特别伫咧疫情拄来的时阵，已经第3年啊，咱要经历遮尔久的时间。有时啊，牧师嘛会来到上帝的殿伫遐来祈祷，讲上帝啊，咱的教会即马面临着的代志，无一定是问题。兄弟姊妹心心软软弱。我要安怎样来建立？迄个时阵，当然我嘛是会软弱，嘛是会软正的时阵。感谢主，透过咱学习中所体甲抗压的迄个过程，你嘛爱体去甲抗压。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体去甲抗压，上帝会体起来。伫遐来读，安静来读。我相信，咱做一个属灵的人，会有真大的帮助。
所以伫遮书要邀请兄弟姊妹有两个方面咱来思考，咱来评估啦。咱目前的属灵性命是安怎？你属灵的性命是怎样？你的状态是安怎？咱今日所看的，在个圣经三内面，即个罗马人书第8章第80到第90内面有讲到，讲属肉体的甲安怎，属圣灵的，属肉体的安怎属圣灵的、信神的会安怎？这两个动词伫希腊文的原文内面，拢是即个即马主动的语气，这老师就无要加介绍。这个迄个意思就是，即马你就是安尼的状态，即马你就是安尼的状态。意思就是，咱爱继续，毋是停伫迄个所在，你属伫肉体，你属伫信神。若是敢若停伫迄个所在，咱是爱你爱继续成长，不断咧成长。若是进步，是继续咧进步。迄个意思就是，咱爱诚实、诚实、诚实。所以诚信的过程中间，当然你会结果子啊。诚信的过程中间，你有真侪的安慰。咱咧诚信的过程的中间，就敢若亲像咱咧行一条路。山路无容易咧行，但是你爱继续往前行，你爱继续往前跑走。感谢上帝有一群咱的属灵的伙伴做阵陪伴咱。我真希望咱的教会会当有真侪属灵的伙伴，咱兄弟姊妹来互相勉励。伫遐就较无可能会倒退路，较无可能就会跳槽走出去。对，咱遮感受着上帝的疼，嘛感受着上帝的教示伫咧咱的中间。所以咱起初属灵的性命，起初咧即个入捌主的迄个追求，老师真希望咱继续充满即款的热情。所以一开始咱感受着主耶稣的脚步，咱缀主耶稣的脚步咱行，是一件真欢喜快乐的事。所以，若是伫日常的生活内面，咱无有掠主耶稣基督，咱放纵家己的私欲的时阵，真正有真侪事会搅者。有时连咱的属灵的性命，心中到一个阶段的时阵，开始就会停止。你会感受着讲，就是安尼尔。即个兄弟姊妹嘛，就是安尼尔，求主来入面来保守咱正实的一条路，就敢若亲像咱咧走马拉松共款。有时可能忝啊，无想要搁坚持落去啊。咱有时嘛无爱行，无爱做啊。我想这是真侪基督徒，咱系主持属灵的状态。咱知影伫历史顶关于圣经的记载内面，咱看到奉下伫上帝旨意的心意的大笔，伊深深体会到一件事，伊伫遐向上帝伫遐来祈祷，伊伫遐来讲上帝啊。有你感谢我，知影我的心，试炼我，知影我的意念，看伫我的内面有啥物歹所行无，因带我行因远的道路。内面，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我真喜爱即个诗篇，即段经节。咱知影大笔伊的一生也就是安尼，即段经节其实是大笔安怎？大笔伫咧坠落的时阵，伊伫遐属灵低潮的时阵，伊反省，伊求讨，向上帝求讨，已经期待咱伊会当伫咧行伫咧永远花的道路顶端。这是大笔伊家己性命、灵命的评估、灵性的评估的想法。即个兄弟姊妹，当咱期待咱的属灵的性命是会当成长，而且继续咧成长，有进步。持守伫咱进步的需要，咱着爱定期健康检查定期的属灵检查。透过啥？透过咱甲兄弟姊妹，透过甲牧师，甲兄弟姊妹，甲咱的忠实同工做伫遐来看，而且咱爱有信仰时常的见证。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感谢主，今仔日我开车。拄好，遐拢总无车位，迄个所在总无法度找着车位。感谢主，突然一只车开走，我就
见证。感谢主，我咧坐公车的时阵，我欠2箍，咧欠2箍，当找我的时候，有一个人安怎帮助吼，倒摆嘛会使，我帮助伊，倒摆嘛拢会使，感谢主。真系兄弟姊妹，这就是咱属灵的信仰，一直不断的成长。感谢主，互我有这个家庭的生活，会当有这个和谐的生活。感谢主，我伫教会的侍奉，我伫教会的生活，全咱当做水跟火的见证。这就是啥？这就是在进步。这就是咱属灵的进步。愿主来帮助咱，这是咱会体会家己的。第二点要讲兄弟姊妹，嘛是最后一点，要讲兄弟姊妹来分享，咱是不是愿意互信心的光照咱的内心，咱的属灵的性命才会成长，毋是关起来那样。爱安怎？爱经历迄个信心，就会住伫咱的内面，充满伫咱的内面。咱已经内住啊，咱已经内住，充满伫咱的内面。属灵的人，伊会当有一款的角度甲看法。当咱属灵的性命无搁成长的时阵，就是这个原因。啥物款的原因？就是咱无拍开，继续拍开咱的心。咱欠亏甲兄弟姊妹，咱欠亏甲上帝，并且水都好一点。所以这是咱来看，咱来解释。愿主的光甲咱三角比例来帮助咱。扶持咱，有阵时啊，咱甲主的光笑落来的时阵，主的光笑落来的时阵，咱会安怎会挡袂牢？因为安怎笑到的是啥物？我的不堪啊！咱会甲伊认罪，我的不堪啊！有阵时啊，笑到愈笑愈强的时阵，你会讲，迄个光一直照咱的时阵，你会讲莫笑啊，莫笑我啊！上帝安尼就好啊！我知影，这就是迄个咱爱体会着。互属灵会讲信心，会光来照咱的内心，咱求主来帮助咱，求主来帮助咱。所以今仔日老师做一个总结，这个属灵的人，伊会当领受这个信心的代志。这个属灵的人，伊会当有上帝的心住伫个心内面。咱来思考哦，咱来想，是毋是我嘛有安尼的经历？一个属灵的人，伊会当看透万行事，无计较，毋是甲兄弟姊妹计较，拢无计较，袂甲兄弟姊妹计较，袂甲人计较，因为伊知影咱的一切拢是为着啥人？基督，会当看透万行事，一个属灵的人。伊会当成长，食啥物？食饭啊！一个属灵的人，伊会晓去挽回咧活倒的人。现在兄弟姊妹，我说是期待，咱会当有这2点的反省，定期评估检讨咱目前属灵的性命是安怎样？不食第1点，过来第2点，信心会光照咱的内心。这就是透过灵修的生活、小组的生活，而且咱做阵来成长。咱拢会当成做一个勇壮的人，属灵的人到最后就是勇壮的，因为咱会当去思考，最后所基督的疼，伫咱的内面，咱会当思考，到最后所基督要安怎做水果好的一个，透过信心的引传甲锻炼，这真重要。后礼拜咱要来修圣餐，后礼拜嘛是信心感恩节。拄啊好，伫即个过程中间，老师伊话要讲信心的故事，互咱来基本咱做阵，直接来分享，愿咱拢会当真正做一个属灵的穿上属灵全部的军装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信心的宝剑上帝的平安福音的鞋行动，互人平安，信德的盾牌，抵挡一切。撒旦魔鬼的阻碍，愿主赐我们平安，现在参加下来的。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信心啊，请你来充满我，来帮助我每一位兄弟姊妹，
会当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继续经历圣神你的同在，我会当来反省，我会当来思考。咱刚才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个会真正哩复杂的过程中间，阮会当稳定、安静，而且甲上帝继续做水甲好的结合。嘛，甲兄弟姊妹做伫有水甲好的结合，来引导上帝名。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真做一个属灵的人，而且有进步，会当上帝你享受甲祝福满满。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是来源信息338首，愿我为咱听你我做祈祷，请一定专心。请坐，这是来奉献，来请带着54叶丽丽姐妹。
请坐。报告，东港事务后周6月5号，书会姚玉婷执事、苏婷、蔡玉婷姊妹交代骗师法师现是周向婷姊妹以及陈丽华姊妹、骗辉、蔡玉婷姊妹、惠珍雅庆、叶恩群姊妹、骗师姓瓜队、因控、余伟达兄弟、查欣、暂停。聚会人数以及方面，请咱就近来观看。本会消息：第一，由于疫情的继续升温以及确诊人数上升，教会已经聚会小可做调整。第二，注意台湾礼拜维持实体聚会，加强线上的直播。即马咱的直播已经由脸书已经转到 YouTube 上面。但是咱会贴那个链接，所以讲有需要的，人在直播的，你会使到脸书官网上去点击那个链接。注意哦，以及成人组织学讲评到6月12号，伊中间的会与各小组以及团体会使自由进行聚会的方式。小会是建议采线上的聚会较安全。若有地方的居格者，请通报律师，可会使互教会会使完成着你。若是居格伫咧厝有任何无爽快，还是还是需要处理的，也会使甲通知教会，可能教会也会使甲你斗相共。第二点，后主日是圣灵降临节，会中举行圣餐，台语以及华语会分开举行，请来到。第三，后主日下晡1点，调兵预备的应集会，请相关的团工来先参加，也请少年团体的会长会先参加。第四，本会黄云轩姊妹以及张泽伟兄弟于本周拜六也是6月4号，早起10点半举行婚礼，还祝师傅。第五，疫情的关系，有地方上课时间。早起8点到下晡5点，请兄弟配合对拜堂的大门进出，就是咱电车道这个人口89户。第六，民防小组以及部分幸福小组，于3月14号一直到5月30号，合计8周吼，于拜一早起10点到11点半，采线上方式进行。辅导处小组。4月15到6月19号，每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也会是民防小组的活动时间来关心来到。第七，将于北部开设家长成长班，也是对3月8号开始。下礼拜日早起9点半到11点半，也是会馆咧上课。第22礼拜，然后并处也是有需要，也请叶丽丽机会来报名，毋知叶丽丽机会是啥，应该是报名来使。第8点，平安基金会7月16号到17号这2天，伫咧本会举办自工基础、进阶特殊教育认证训练，邀请兄弟来做伙来参加，报名费是100块，伫咧若要登记的，伫咧公布栏。关怀来到第RPG 代表事项，由于疫情确诊的兄弟身体无缓，也以机会明年7点以及教会的时间来到。第二，将为林澄清长老肠胃不适，困了来到，移出来移。第三，疗养兄弟林澄清长老、赖建志长老、林建志、林德修。潘永洲、吴世明、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宇、林炳宇初来到，段英、林启明、王本
成王本展弟兄的父亲，来是希望你会进行，话出来何为家你一个方面报告，请咱注意来观看。一起来聊作为经济。哥林多前书已经14章，哥林多前书已经14章，咱做伙来读拜。但是因是怕罪恶，也无对他意，因为用对是加的。但是上迄个人，无是上帝的事，因是怕罪恶，也无对他意，因为用对是加的。兄弟姊妹，咱搁注意一下吼，咱即个新年主日都已经主日了吼，咱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即个小会决定咱比原搁继续下2礼拜的时间吼，所以到6月12号吼，迄个礼拜嘛是停吼，嘛是停吼，爱6月19号吼，迄个礼拜才开始吼。目前是安尼吼，因为即摆疫情的发展是同官方吼在做下播，咱还佫毋知。所以咱是安尼来建议吼，所以比较兄弟姊妹佫报告一下，互咱知影。佫咱来看其他的部分，咱特别伫关怀大道，这是林新长老有讲麻烦看定住报吼，为伊来祈祷吼。伊检查其实拢正常，只不过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可能幽门杆菌有较侪。所以而且咱特别为来祈祷，会当先敲电话关心。当然咱要去处理来探访咱衡量咱身躯的状态。先咱会当先敲电话来关心。伊即摆咧厝的时间较济。伊长期治疗喙齿无爽快，食食已经有瘦差不多5、6公斤去啊。所以咱特别为来祈祷，求主帮助，互伊心灵拢会当平静，互伊。咱来即件事所以定期电脑特别交代。我有甲问讲，咱看周报来，马上就讲好，看周报。兄弟姊妹，咱就为伊来祈祷，为伊来祈祷一点，兄弟姊妹来提醒。到咱外边伫长了即礼拜日要去装即个人工血管，咱嘛为伊来祈祷。无需会甲伊做落去，因开车较无方便。咧装人工血管，咱嘛为着外边长了来祈祷，为主。搁来接受即个治疗毋知影是毋是要用化疗就是要治疗的时间会当较顺势，几摆治疗的时间已经手术好啊，即个肺腺癌初期，所以较紧手术有一个进步，所以有主来帮助。已经伫厝内面调养的遮兄弟姊妹搁住院的遮长期住院的兄弟姊妹，咱继续伫祈祷内面来纪念，互咱要讲出一个属灵的人，咱付出咱的行动来关怀。以上。上名510首，何乐提名主宰，请听。特别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